再来看南投县哦，因为粪扫蹲无路，透过环保署拜托台东县政府来斗相共帮因烧粪扫。台东县议会第2摆特别开临时会来讨论，也毋过民进党的议员甲立委是真不满哦，因质疑讲县长进前阁有承诺讲，无要帮外县市烧粪扫。县政府嘛回应表示讲，伫议会还未同意进前哦，是要帮外县市来处理粪扫。南投县目前订的粪扫超过20万吨。粪扫坑台场规万出来，无法度处理。南投县政府请求环保署斗找有粪扫焚化炉的其他县市来斗烧粪扫。即马找到今年2月，才打正式启用焚化炉的台东县，县府还阁发文予县议会，说明焚化炉每一天还阁有83栋的空间，会当协助外县市烧家庭的粪扫，请县议会同意。不过环保局说明讲，毋是要求县议会同意，是尊重县议会决议，协助来处理。其他县市的垃圾这一个部分是环保署依照它的这一个全国废弃物处理调度的这一个权限来协请各县市依互惠的机制来处理。我们为了尊重议会，我们将在议会开议的时候提请议员审议。不过，台东县重新启用开19亿6千万买顿的焚化炉是一直有争议。尾手县府答应讲，由公民监督焚化炉的运作，甲未烧外县市的粪扫。县议会才通过启用焚化炉，今年2月正式烧粪扫。即马佫甲烧南投县粪扫的问题交予县议会决议。外界认为讲，这根本就是咧下体责任。关山的掩埋场跟包括绿岛兰屿每还要处理的那些都数量都非常庞大。当时的环保局局长也说，这个10年烧不完，现在怎么突然有空间可以处理其他外县市的垃圾呢？不应该再去烧外县市的垃圾。那南投县政府其实也不需要舍近求远。台东县政府强调讲，过去台东县甲粪扫交予外县市来斗烧，嘛是尊重当地议会决议。即马外县市有粪扫的困难，爱台东来斗烧，嘛同款爱尊重台东县议会决议。伫议会决议进前，未斗烧其他县市的粪扫。不过在地款团烦恼讲，议会若是同意开一个先例，其他的县市嘛会找台东县来甲因斗烧粪扫。记者综合报道。